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，来遮看，遮侪炮弹，搁遮侪军事设备，甲装备，到底这是啥物所在？来，全民国防射击教育中心，这个所在是为着啥物来成立？有啥物奇奇卡卡的人呢？来找邢教官。邢教官，哇，邢教官，我看这吼，哇，其实咱人看到这个军事的装备啦，啥，这个心内啊，敢若华语讲哦，热血澎湃啊，哦，规个血压都升悬起来吼。你会甲人讲，这内面哦，到底是偌侪物件伫？你讲有计算？其实无呢吼，应该说在大大细项加起来上无超过6万件。6万件哦，以上对。啊，主要你看，咱这区这是中华民国的装备。对，事实，阮是一个教育中心，主要是要教咱的民众讲知影讲哦，咱的国军是安怎咧为这国家打拼。好，所以阮上基本爱用知影讲哦，有的当时拢不是咧讲啊，我因此偌厉害，拄偌厉害。厝里的人唔知影你到底是咧讲啥嘛，对不对？来遮是你就知讲哦，原来咱每一个时代所为这国家付出，伊穿的装备，伊用的物件是安那无共。所以，阮就是一个基本的教育，伫遮遐，互一般民众。你讲伤长，又搁是伤浪费时间啊！这种一个基本，嘿，可以家己看。阮有基本的介绍啦，基本的介绍讲啊，这是什么年代，什么年代，阿公年代啊，88年代，陆军、国军的，对。哦，你明看，咱做的，咱之前咱所研发的，咱台湾家己研发的枪机，哦，伊的型到底是什么？因为咱古早拢大部分拢用米制嘛。那尾啊，当然咱有家己发展咱家己工业啊，军事工业，所以家己做家己的枪机，哦，这嘛是安尼，互电视来看。哦，这区这了是这陆战队的。对，啊，这区内共款是介绍有陆军，就有陆战队嘛。哈，咱陆战队其实嘛是一个足厉害的，一支较细支的部队，但你会去看伊的物件，就看伊的发展观，对，共款是一个发展。拢上基本红知影，上基本哦，大家有一个概念。概念中哦，因的工作，因的负责任务会无共，所以因的装备会无共。这拢爱介绍，毋是全部人啊。我做陆军，我就代表所有中华民国的国军，迄无共嘛。讲袂完啦，讲袂完啦，嘿，叫讲袂完。好，所以用基本的。那当然啦，因为大部分看到拢是枪嘛，枪伫台湾是咧无开放的物件，但是问题枪其实像伫警察还是伫军方，伊就是一个保护人的物件嘛。啊，这物件就是大家上好奇的，因为咱台湾一直咧讲哦，枪多危险嘛，什么，所以人会好奇，反而来遮，互你认真看哦，原来这是啥物物件。啊，尤其哦，这两当敢若甲对话安尼，小可气氛安尼真紧张啊。对啊，是。来你遮的人有较济无？当然是有啦，当然是有。但是一般来讲来说，因遮的朋友拢是要先了解一下讲吼，我会当伫假如发生战争时阵，我会当做过啥物代志？哦，有这种人？对，足济。哦，有这种人哦。啊，这涂红料的这是啥物？哦，当然。哎呦，对，吼，安尼看得到，这就是咱的对话。哦，咱就讲有一天咱真正发生战争时阵，咱的对话，伊到底第一波起来的人，伊到底穿啥用啥？哦，这人民解放军哦。对，无毋对，因即摆上新的装备。因的装备甲咱的装备吼，若是比如讲陆军对陆军啦，因比咱较好还是比咱较差？认真的讲吼，因为咱对话伊的军队，伊的发展，即马真正毋是完全要针对台湾问题，伊是专门针对着咱台湾。伊想要做世界的老大，伊嘛想要像美国安尼，伊想要做世界的强权，所以其实伊伫军事的进步足紧。哦，所以伊毋是专门针对咱来发展因的军事。对，事实。啊，毋就拢对标着美国啊。对，所以伊的标准是优足悬的。要求。好，这样讲，所以就伫装备点面咧，你去好啊研究，其实因真正有咧进步真紧。当然啦，咱嘛毋是做过的啦，吼。但是我的意思讲，就以两个角度来比，咱是要保护这个美丽的宝岛，但是问题伊的想法是无共。就你啊，你来看这个吼，这个装备吼，来，你来看，哦，这1979年穿甲安尼，对，哦，啊1980年还佫穿这个，对，哦。结果来到1989哦，我就开始无共款啦。96
甲200，这就是世界标准的呢。对，无毋对。当然，咱台湾即摆嘛是世界标准诶量嘛吼，咧对，但是人真正嘛是已经早就迄个进步啊。互咱有当好比对，啊，当了解，对，知己知彼，对，必见必胜啊。对啊，啊，就是讲一般的一般民众，假如讲假如讲哦，咱第一波拍起来了，当然无可能全部100%拢消灭掉嘛，冻掉，可能有一寡漏沟的啊，客到岸顶的，啊，这时阵假如无互咱的国军看到。吼，掠着，上最就是这民间的百姓嘛。伊只看着讲，哇，这三家咱无共，啥物，伊会当毋免是讲伊去甲动啦，伊会当通知咱的有关单位。看即款物件，毋是讲看好耍啊，尔，是要让咱看讲啊，这人民解放军，啥物模拟阶级的，啥物军，哦啊，赶紧通报啊！对，通报，啊，互其他的部队、其他有关的单位来负责来掠来动。所以这就真正叫做知己知彼。必见必胜，真正意义啦吼。对，这个教育本来就要对上基本就要开始教，对咱的细汉就要开始培养这个。啊，还有其他什么所在？当然，还有足济部分吼，咱来看。喂，群众，我才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啦！哦，这百几年进前的这个无线电话呢，哦，这厉害着，教官。这支你甲咱介绍一下。好，这支是咱人吼第一支的手举的无线电。哇，按着几百吨的啊！几百吨呢？对。哦，你有看到真正是 radio receiver 吼，垃圾药的接收器，啊甲 transmitter 甲转换啦吼，会当来传递吼。这 US Army 啊，美国的。对，正军用的。正军用的，所以呢，读者啊，印证着。教官讲的，军事就促进着人类生活的进步。对，是事实。吼，咱唔通讲啊，军事干拢一直是歹的。对。吼，这是这算做头一代啦。对。做官啊代对。啊，这嘛真趣味。当然嘛，吼，咱讲有大家开始有研发，就开始有进步嘛，吼。以咱民间来讲，这是咱足侪朋友，更老一辈的朋友拢会知影吼。对啦，阮老一辈。对，我讲的错嘛是嘛，吼。早期咱伫路林就看到安尼。摕伫手里，哦，就拍，哦，就拍你，安尼讲电话，对不对？喂，头喂，啊，我唔当的啦，哦，是，对，边后边个对一个细汉的帮你夹电话，我操我这，哦，对，今日拢就是安尼，慢慢啊，当然就进步啊嘛，学金工，这上大讲英雄啊，就是摕来讲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早期拢是安尼，足惊拢手里摕一支这，对不对？你敢有压过？有啦，咱有缀着这个年代啊，对啊，啊来就是愈来愈细机啊嘛，海豚机，呢，海豚机，哦，早期的海豚。这有史以来吼，会用偷放去的，偷放去的几率上悬的就是。对，事实。哦，迄阵是足歹的。对啊，对，吼，当然，伫这一头前，有一个 BB 扣嘛。哦 ，BB 扣。对，迄嘛是军输出来，因为讯息传递。啊。对，也通知嘛，通知安尼了。到今嘛，你家看，今嘛咱逐工手完全放袂开的智慧型手机。到今嘛手机啊，智慧型的，变做一支小小的电脑啊。对，你来看，这就是咱人100吨来所有的电话，咱讲电话的发电。教官，这区是啥物物件哈？这其实就是咱咧讲吼，其实阮即马毋是咧教你讲安怎小者，因为讲真诶，伫圣经来讲，咱即马台湾的环境，以后就拄着，不管是咱的天灾、地动，还是讲战争，你上多的人就是会受伤。啊，你要安怎伫到病院进前，你要先家己救家己。机会，对，机会是上重要。所有工课拢免做，就是先家己会治疗。因为咱的人会食老掉20%，你就差不多开始咧分啊。25%起哩，你人就差死啊，就无法度救会倒来。你搁互你送到病嘛无效啊。所以阮咧即摆来讲，一般的民众去教讲，你要安怎保护家己。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止血带。嘿，上新的。机会带。对。机会带啊！哈。这第一项拿色的，其实全世界拿色就是摕来做训练的。你只看拿色，其实伊就是摕来训练用的。那你也看感觉色这吼，较声肉的，就是讲啊，咱伫一般毋是战争的时阵，我就要紧找着嘛，伫厝林啊，还是讲伫车顶，我要紧找着，我想找这色。啊，当然，乌的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军事的，我要我用看着。这咱民间的在颜色哦，是色地啊，较
哦，较明显的吼。那这边咱使用呢，我从一个基本互你了解一下吼。一般正常，这是伫2008年以后，美国吼，因为伫战场死足侪人嘛，啊，伊要安怎去救着伊，所以伊研发这物件。即马假如啦吼，咱假如讲，你即马头前咱即个手遮受伤，对不对？遮受伤流血，流足侪血，不管是安怎流血，你想要甲止血，你只要伫你这受伤的所在顶面5至8公分会悬的所在到遮。当然，你只唔知影讲，你只假如讲你穿衫流血流足侪，你又唔知影讲你的伤口伫倒对不对？无要紧，你上悬的所在。上悬的所在，靠近心脏的所在，甲这条扛起来。好，当然这条是机会大。这条上重要是，伊会咱家己操作，伊嘛免讲一定2个人。吼，我第一步就是咱家己用，你咱家己用。吼，我即马先帮你试哦。吼，你这先固定了无？吼，先固定了，甲这个转棒，这个无？我一直夹，你有感觉到你按无？手都按无？做按无？对对，我加一厘了，这无假，咱等下看伊的手哈。我加一厘了无？你看会滚？对，我加一厘了，我即马搁甲绑转去，保护。吼，当然哦，一般伫台湾的架指挥拢有架，15分钟爱放掉。其实真正的状况是2点钟免放拢马紧。2点钟免放？免放。我讲有人白血球无够，结果伊的血都还袂打，还袂坚冻时阵，伊搁放掉血搁转出来呢，明哪？哦，因为台湾足好，台湾15分钟内你一定会当到病院，所以其实拢免烦恼，除非你伫山顶，伫玉山，自死嘛。所以这个保护上重要。当然，这条袂使，你搁加第2条，你上重，反正100%就是要先止血，你就我得救一条命。就是安尼，咱来看你的手。这唔是战争的时，咱来看手。你看我的手，已经开始在变色啊，你看，像背起来无？我就手指开始变乌去。变乌，你即马感觉这足重要的，足重要，规拢绑伫遮无？这就是成功的，帮你开始在动过。当然，即摆唔是正。开始卡把手。卡就嘛，吼。哦，这有影，这唔那是战争呢，这若是拄着吼较重大这灾害的时阵。车祸，你卡断嘛是。哦，嘛是有影呢吼，所以这机会大吼。对，足重要。哇，这真正有重要呢。你啥物拢免学，你着学这，就能救你的命，甲救你厝里的人的命。哦，真正救命。对，真正是救命的。哦，这机会大吼。嗯，对。这规旁，咱过来复习一下吼，这是学的这军事要用的。对。啊，这个吼。这色地吼，较明显的，这处理咧用的吼，哦，这种的，这机会大。你知影这是啥物声音无？吼，头拄啊吼，教官甲我教，这叫做 SOS。教官，咱学这个 SOS， 这信号是要为着啥物？咱来讲吼，卖不管是战争啊啥，像咱即摆吼，若拄着飞弹来啊，什么厝崩啊啥，你人有可能去用地掉的嘛，啊地动，吼，也是伫你伫山区走失哩，啊顶面直升机咧飞你无用化的嘛，人可能知影你伫倒，对不对？啊又过暗时啊，你免人知影你伫倒，吼，你若讲真，你若地动是你用地掉的，结果你伫遐硬哭，有知影有人你遐硬哭，结果人都当作是啊，都可能机械歹，伫遐哭安尼尔嘛，风吹安尼，你免人知影讲你就是伫遮。这就是 SOS， 全世界不管你去到倒一个国家，去到啥物，所以会当出声。那无法度出声伤远的要安怎？你要用电话啊，你要用哦，电话嘛是安尼用死的对吧？用死的啊，对，安尼哦。对，事实啊，赖打嘛是会使啊。涂骹写一个用石头摆 SOS， 拢是方法，但是上基本就是你爱知影讲 SOS 这个物件是要安怎甲做出来。所以咱讲到这个全民国防哦，除了咱头上头前讲到讲，咱就爱知影讲这个敌军吼，生做啥物款，啊啥物人紧通报以外，啊咱也有学到这个机会大，安怎用？机会保护家己嘛，嘿，机会大安怎用？这嘛是种保护家己，会当去用救援的这个方面呐。对。哦，所以哦，全民国防除了这2项学起来了后，会保护家己，会当。援救去共救人，还是共救？因为有当时咱嘛唔知，哭是咧哭啥诶？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就知影讲，这是有意义的，这个信号。对，对。
哦，所以全民国防学这两项就有够严咯。对，上基本的，莫讲有够严，就是上基本的。不管是囡仔，还是到大人，还是到咱的阿公阿嬷，拢同款，伊无咧分的。哦，啊，这个证嘛是安尼咯。对，阮就咧搬互大家朋友听讲，听较清楚，讲要安怎做这个所有的讲，咱讲的迄个 SOS 救家己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阮就安尼。哦，这就是 SOS。对。教官，啊，这句是啥物？这句就是咧讲一个军事的历史。吼，你会当看到遮无共的年代，甲台湾上特别有关系的是，就是伫越战1960年到70年左右越战嘛。台湾是这个足悲惨的这个战争内底，我感觉是，我家己认为是感觉是上受益的，对，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军甲台湾当作上重要的维修基地，所以足侪的维修的技术交高科技。全部留伫台湾，所以台湾你无看咱的工业，咱的加工什么拢足厉害，基本这讲。小小啊厂啊，但是厉害，通做螺丝做啥对，迄基本的地性嘛，开始背嘛，最后是安尼。然后第二点就是美军爱休困嘛，所以拢走来台湾。休闲啦，休困，对啊，啊无就车辆爱维修对，所以你要讲咱有足侪，咱因阵早就有足侪所谓美军俱乐部啊，什么的，所以互咱台湾趁一点啊袂少的美金嘛。啊，所以上重要的意义是讲，迄阵是汉奸，即个10年、10几年，一直到1979这长高进程，美军在台湾放了一寡关于的军事工业，所以军事工业甲一般民间的这个工业其实是牵连一哇的。这事实，这是事实。伊可能无法度甲做上高科技的留伫台湾做，但是上基本的一寡技术观念，吼啊一寡加工的什么的这物件留伫台湾，教育着咱台湾的这基本人。对，所以一场战争吼，也许也有人受损，也有人。死亡，但是台湾真幸运，吼，在迄个年代当中，有通啊处伫这个地位，吼，所以吼，其实咱要真正保守咱这过去所累积的这些，才有这个博物馆，吼。教官，啊，佫有啥物其他的所在？那佫怪就当然是上基本的介绍全世界，这是全世界咯。应该说全世界拢因为要进步伊的装备，所以上基本拢是对伫美国的骹步，因为伊做世界。警察世界老大嘛，当然伊死上侪人，付出上侪性命，啊，所以伊的装备的进步是上紧的，因为伊要保护人命，所以伊的物件一直进步，所以咱台湾的军事嘛是按照伊的骹步咧慢慢咧对，当然无对遮紧啦，但慢慢咧对就对啦。哦，这里真正咱要。往事手机要搞，逐支捌到捌袂完的，你这物件我太济咯。对啊，所以每一个军事的物件，伊是为着战争、为着任务设计，所以伊每一个拢有家己的故事，甲伊家己设计的重点。伊无像咱民间的衫裤，伊就做遐要穿拍、穿舒适的尔，伊毋是，伊是为着战争。要穿拍，我是看到真拍，想要来穿一下。你甲咱记一个呢吼，伊的设计当中吼，有啥物物件是安尼？要保护伊自己啊，互伊安尼，会当较轻巧、较轻松，啊来行动力较有够。好，咱来介绍一下吼，你会当看到早期的装备啊，包括咱国军早期的装备吼，大家拢是穿同款的，不管是倒手、正手，你拢是摕同款的装备。所以你开车的、文书的，拢装备拢同款，所以无好用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起来就袂舒适嘛。有影的哦。到2000年以后，美国感觉讲安尼袂唔对，因为每一个人伊的任务无同，所以其实无同，所以伊发明这种物件，这叫做模拟，这叫做模组化设计。你看遐一条一条嘛，你架顶面拢一条一条无，即个放称纸的包包啊，你看这袋啊无，以你家己的习惯，你看要挂倒位，对，要挂倒各位，因为你会顺手，伫咧战争内底放插这几秒。差这方便，你可能赢你的对手啊。所以2000年以后，全世界开始行一条革命性的这叫模拟，对，模拟系统，对，模拟系统，对。哦，所以你甲看吼，我有想到呢，
像咱即马吼，一般咱民间咧穿青菜的衫，嘛开始有这种物件吼，啊，伊就写做军事风啊，在原来的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看做者，个牌啊，啥物就加这面加骨啊雕这，啊，拢一空一空，啊，就是咧创啊。你要看啊，伊就是要互你下当搁挂物件起哩，下当增加出来，啊，搁会当放你想要放的物件。哦，所以你甲看吼，一个军事，一个战争吼，影响咱人类的生活，实在是足深的。啊，有当时吼讲战争有影真残酷，但是那军事会当使咱人类的生活更较进步，更较美好。啊，战争讲到最后嘛是要为着和平啊。军事的武力唔是要提前来相拍的。对，事实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事实。一般来讲吼，全世界你讲所有的设计，所有上紧上好的科技，拢是伫军事。军事研发了后，慢慢啊，把这技术留在民间。所以你会感觉为什么所有的上新的拢是伫军事？哦，啊，佫有一区，我昨仔头拄先看到。哦，这乌克兰战术，对，哦，这乌克兰战术当中哦，咱台湾囡仔也有去参加，是事实。啊，这区，对，就是这区。哦，咱会当小啊，这是小可一介绍啦吼。但是我毋是咧讲这战争，因为你讲伊交因两国的一个故事真正太长的，咱真正无法度完全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伫。但是咱讲这为着自由，这台湾囡仔是真正用家己的性命、家己的时间去斗3工。不管伊是啥物来，伊安怎想的，但是伊就真正有去斗3工，伊真正互遐个人知影讲有台湾这个所在。这有影呢吼，咱有人讲啊，去做佣兵哦，一定是去趁大钱，对啦。啊，互你趁大钱，你去试看嘛。对对。啊，逐工啊，称钱安尼咻咻咻。对，你有命趁，假如讲真正有迄个条钱，讲老实讲是无迄个钱啦吼。只有迄个钱，你嘛无一定有迄个命通趁。是啊，放开对。哇，所以就讲啊，伊主观来个放在遮，互大家当了解讲战争的残酷，哦，啊，人类安怎个正确来对待着战争，啊，甲和平感。因为你知影嘛，咱伫电视看着，虽然看见哇，嘛是都残酷的，但是问题迄就是电视看，你无温度。只少年囡仔来遮，有当时啊，阮会做伙开讲，还是甲一寡民众开讲，就是会知讲真正状况是啥物。你这物件是足丰富的，咱他哦一路看到历史，哈，对历史来个比较，哦比较，解放军甲咱的差别，而且哦有差别，知影了后来全民国防，吼，有当上无啊战争的时阵来做保卫啊，吼，来每一个人有责任，啊然后越战，吼，对咱的意义，对咱台湾军事工业以及普通的技术工业的基础，哦。啊，佮来到这美军啊，因的设计是模拟，佮来遮，乌克兰。我听讲哦，教官，你遮还佮有美国教官呢？对，事实。对。咱来找这个美国教官啊 ，Richard Lemon。好，咱在这个敢若博物馆的设计中心当中哦，就是美国教官呢，美国教官 Richard Lemon， 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嘿，教官哈，教官你来跟我们讲讲看哈。听说教官还真的参与过战争哈，您参加过哪几个战争？然后在国外有服役的经验？15年服役了15年。15年，对。那你参加过哪几个战争？去哪里打过仗？2003年我去过伊拉克，那个我是大使馆保安队，我去过几个国家。法国、加纳，法国、加纳，对，别的很多。我是宪兵的时候，我在美国、日本也几个国家。哇，去过这么多国家哈！我们特别咱特别徛在遮是为了什么呢？这就是教官以前穿的装备啦。教官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就是你过去你所穿的装备。是我用这个准备，那个旧的 OTV。但是还没用新的 plate carrier， 这是新的。这是新的，你还没穿过的。对，但是这个背包我用过，这是东西。您跟我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样的兵种的配备？你可以做 helicopter， AAV， 他们会教你用这些准备，所以那个水里面，你可以帮忙自己。
哦，所以这个是在直升飞机上面。是大家会上这个课，所以你是安全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您跟我们介绍一下。那个水面在水面呼吸器是都有5分钟，可以在里面是5分钟。对啊，就是不要上去是哦，可以躲过敌人的攻击。是大家会上 AAV 也 helicopter 会知道那个准备。哇，教官来现身说法哈，现身说法啊！我要问教官哈，你想转在台湾哦？教官，你来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会在台湾，在这个地方来教台湾人射击？为什么他们要学习射击？之所以他们如果 if the worst ever happens, they can be prepared. If you're ready for a fight, you may prevent one. 哦，教官他意思是讲哈，如果你有练习过哈，你得准备好，敌人看你有准备好，伊就无啥敢过来了。20年以前，我现在在伊拉克，我在这个中心，我教到客人我的经验，所以他们没有一样的问题。哦，所以啊，伊讲教讲，伊进前伫伊拉克的这个经验，哦，希望咱台湾人以后袂拄到相关相像的这个问题，当来处理好啦。教官哈，教官你来告诉我们，尤其这2年呐，这个对岸的这个人民解放军啦，还有一直说要攻打台湾嘛，那台湾人来这边学的时候，你觉得台湾人的那个心情上有没有变得比较紧张啊，或者是变得比较焦虑？就是来这里学都是教官他们要打过来，所以我要赶快来学射击吗？你可以用 BB 枪学习射击，但是你的教官了解 BB 枪和真的枪，所以可以教客人怎么用。你怎么用 BB 枪和真的枪都一样，你没问题。但是你不好跟 BB 枪，你跟真的枪你会有一样的问题。所以可以就是教你用真的枪安全，也怎么用。教官的意思是讲，如果你其实教大家用这个 BB 枪啦，是弯骨枪啦，迄是要创啥呢？迄是要让大家相当程度先熟悉这个武器。你哪会当用？基本上，那真正拄到真正的武器，你嘛会当用，就无这个问题。感谢，谢谢。射击真正爱训练，伊毋是讲你自家就穿我有天分，我当随弹会着，无好简单，无好简单。拜喽！你安怎保护家己甲厝里的人，来支持，然后顺续支持咱的国军，这还是重要。我即马把这个老花目镜摕落来，看起来较飘撇今仔日教官要来教射击。事实，咱先讲虽然咱即马是用玩具枪来做训练，我一直咧大家朋友拢讲玩具枪永远无可能代表真枪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伊是你摕真枪上好的教具，互你先知影讲要安怎使用，安怎安全使用。所以咱即马先了解讲，要安怎使用，甲安怎来射击。对，事实。那即马开始麻烦你，咱即马你的手。即马这支枪就是咱即马台湾警察，即马咧用的 PPQ， 一模一样的枪，所以这咱摕来做训练，互你先了解讲枪要安怎举，要安怎弹，来示范。我头仔来，你手指头放伫外口无开枪进，咱会记哩。未开枪进前，手指头永远拢伫外口，安尼因为安全。你有人发生咱来，因阵早期拢手拢伫内底嘛。扣一个扳机啦，扳机就扣咧就拍出去啊，无就是惊到跋倒去摕着就弹出去啊，所以就伤着别人。所以永远手指拢伫外口。OK 好来了，另外一只手甲换掉，我头甲你夹着，来，换遮换好，换遮就好，安尼。对，再打落，对，打落。好，然后手伸落地。先去试看觅，去瞄你的目标，先试看觅。
上基本的先你了解，安尼会使啊。两个白点啊，头前一点。对，这是上基本的，好，上基本的，然后好来试看卖，先去感觉伊的后坐力，感觉，嘿，感觉。hit， 哦对，有 hit， 加加，哦，身躯放互轻松些啊，伤硬到啊，伤硬啊，加加。哦，咱通了解，你来看，无简单吼。所以有当时爱讲，警察为什么遮近的所在弹袂着人？我来讲，因为紧张，吼，因为训练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所以其实互你才拍袂着。我安尼结掉的吼，结掉的吼，真忝。真忝吼，才大几发尔哦，咱打大几发尔。我才掉2发啊，你安尼。对。哦，有影无简单。这是事实。所以来讲，这爱训练。射击真正爱训练，伊毋是讲你饲家就穿哦，我有天分，我当随弹会着，无好简单，无好简单，真正无好简单。哦，敢若安尼抓掉了，我进去我。而且你来看，咱即马是咱即马是用玩具枪射训练，那玩具枪的后坐力已经尽量做到真强，接近尔，但是伊还佫无真强真正的后坐力，你食真强，伊会佫较大些，佫较大只，对，所以你拍佫袂准，对，无毋对。是啊，所以互咱体验一下。对，体验就就是安全嘛。这是手枪。手枪的部分，咱来步枪看卖。哦，去步枪。哦，这支偌重？这支差不多挂这支瞄准镜，差不多伫咧4公斤。4公斤。对，4公斤，空枪4公斤。对。哦，4公斤哦。对。来，你人举看卖先感觉一下，等下咱来头前。举看卖吼。嘿，来，你的手举在。对，嘿，对，明白。好，有看到你的目标无？看到。看到啊吼！我是讲吼，咱无像电视，也是讲咱迄个电动玩具内底看到，目睭一直大甲镜遮无，安尼看到物件，迄无是，迄是看无的。一定爱像你安尼，每一个人伊的目睭调伊的镜的距离，家己去调出你上清楚的所在。对，安尼你好多拍到你的物件。是。好，安尼。当较紧的，我根本抓袂掉啦。爱训练啊！查甫人还使讲你袂使啊！来单发试看卖。单发咯。来一样，单发试看卖。来身躯哦，身躯对。好，搁较悬的，搁较悬小看，莫搓，手莫搓。hit 有哦，有对啊吼！来，咱来证明讲你毋是要懵掉的，来，搁弹一粒 hit 哦，水。哦，我毋是，哦，真正抓袂掉。真正袂掉哈。先算，咱搁试看卖，啥物叫做连发？你看卖者，假如讲大蒙雾啊，对，大蒙雾啊吼，来连发，好，来用连发试看卖哦。好，连发哦，你直连闭起来啊！即摆要起来啊！哦，3秒爱弹着，1、2、3，开枪！妙无！紧嘞！妙无呢？我头仔甲你教啊！你看你规个忝尔，就开始拢袂记哩啊！哦，头来倒掉对，有无？哦，真正妙无呢！来，你身躯咧变形啊！哦，身躯咧变形啊！哇，真正咧妙无！走去对，头前来开枪，来，开枪，好，无枪支啊，好来，哦，规大蒙雾呢，所以真正无像人讲的，我偌厉害，拄偌厉害，无影，真正无影吧？哦，无影，虽然是顽固情，哦，大粒光细粒光，哦，这目起雾啊吼，这目镜拢起雾呀！来，补充者。哦，有影，哦，这有影无简单对，事实。这是叫咩4公斤呢？是对，事实。哦，这双手摕着来，一直心一直摇。因为你来看，阮即摆顶面装的这支瞄准镜，伊是真枪咧用的，这支差不多要8万啊。哦。所以咱讲的小战，也是讲咱这个军事，其实无咧，莫讲无俗啦，无俗，因为伊为着要互你的战斗时阵方便，你会当完成你的任务，所以你一定是用了较好的物件。所以我讲这一定要训练，而且即摆只互你徛咧拍尔，等下佫有
像咱即马上新的国军咧训练的即个哦，这是国军的训练呢。对，是伫国外入来，伊是模仿咱点仔伫厝的无共的角度来拍枪，因为伫小镇无可能大家拢徛好好伫遮等你吧。对啦。你一定要有区的、拍的。有人甲你看起来安怎创？对，来做训练，所以真正无遮简单。是。对，来试看卖。好，hit，好，很好。然后再换2，对。这时候这个位置是要斜的，你这样会是不是被挡住？对，你要變斜着瞄了，你的身体要跟着斜的。哦。对，要跟着斜。对。对。hit，好，来打中，来3号。来，枪管要伸出去，不要直接对，靠对。用弓箭来，这个时候找出你最舒服的脚，脚再宽一点，安尼拍看，对。安尼，哇，这一移了，然后就瞄不准。非常好。来，我要和你战这个，好，看你人较低，拍较低，对，身躯规个甲揪起来，规个身躯规揪起来，对，你看你的脚，对。hit， 哦，非常之好。咱来挑战这个，对，你看咩啊拍，对，你的身躯安怎压，把你的身躯压 OK， 你看，搁压 OK， 看无？看无，对不对？哇，看无？要甲你考验嘛哦。你一定要看有。对，你要找一个你上好的角度，嘿对。我看到，走哪里去？走哪里去？你搁瞄落，就人就走了去啊！真正瞄无呢？瞄无对不对？马紧，好，即摆咱即摆要完成目标，咱搁跳转来别位，来，咱跳转来3号好啊。3号。跳转来3号。来，4哦，1。哦。对啊。好来，干部。规用大王舞。大王舞哈。哦，足困难。足困难哈。这有影爱直接来训练呢。对啊，属实啊。但是你要去了解伊的穿的作用的原理，你搁知影讲你要习惯伊的重量，你搁想讲你要安怎设计这种，你要找着目标，要安怎控制家己的喘气，所以这全部拢爱训练。这有影吼，无法饲料鸡吼，是要安怎来变做一土鸡啊？对啊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原来这设计这么困难的话，咱的国军的训练为什么爱进步？为什么咱爱支持咱的国军？因为伊用所有的时间在做训练。是，咱只要其实咱民间你只要讲知影啊，家己急救，家己安怎救家己，这上头前小战的，也是只是保护国家的，你交互因去做。对。咱就爱摸一个大概。对。哦，唔通啊，拢是变做饲料鸡。对，莫讲大家拢讲我足厉害，就算讲我都变做土鸡啊，上无嘛变做风啊。对。吼，咱再看吼，继续。哦，真正会喘呢。这弯骨情吼，其实啊。真重，到底是真正什么性能？啊，咱台湾的产业叫安怎？咱来看另外一句。好，无问题。拜喽！还有吗？怎么讲话好可怕？还有吗？哦，没有了。好大声耶！跟大家来讲一下哈，跟大家讲哈，即马崩溃的，你就知影崩溃啊嘛。哦，就大声的。即马上恐怖的啥？未爆弹。它在临界点的，所以为什么在战场中很多小朋友就去碰它一下，动一下，它炸掉了。所以其实，在战场你看到这种炸开的，你根本不用理它，因为这很危险，都已经炸开了。但是你看这个还没有爆，快爆！这一刻你就要小心了。那多少就是类似像这样子，这就是要交给专业的来处理，把它处理掉。是。今仔日来遮会使体验到这试爆的迄手榴弹，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体验嘛。因为迄
伊拄啊一蹦的时候，我的身躯家己会紧起来，足紧张的，足恐怖的，完全无法度做反应。若是真诶伫战场面顶，若有真诶有迄爆炸，哦，我感觉是大家拢第一时间拢敢若会使有迄紧张的反应尔，无法度马上做出一寡应变的措施啊。嘿，所以我感觉这体验足好诶，因为我感觉若真诶发生战争，有安尼心理准备是有帮助诶，安尼。拄啊，迄个爆炸让我感觉足恐怖诶，因为虽然我无做过兵，毋过若是拄着即种状况的话，我会应该会惊死，毋知要安怎反应，因为迄声实在是足大声，啊，我毋知影下一秒伊个会发生啥物代志安尼。咱他啦一连串哦，来看到这个敢若博物馆的这个射击中心。另外吼，我也去体验，虽然我这饲料鸡啦吼，就慢慢啊认捌讲，哎，这全民国防的这个重要性。煞来我要来请教着教官吼，教官，你这我所知影，你本来是伫咧大园吼，伫桃园，本来是即个互大家来娱乐的。现在来转变到这个社区中心，变做一个教育性质。其实阮足早就咧做教育啊，但是问题你也知影，早期吼，咱交对方的迄个情绪无遮悬时阵，其实大家无啥物关心即个代志，所以阮就慢慢啊做，私底下慢慢做，就是以娱乐，当然还有人要来说佚佗嘛，了解嘛，这是上基本的嘛。然后因为迄个前2冬的疫情的问题，所以我讲遐。结束掉结束掉因为讲真就无人客嘛无结束掉，所以一直到顶当我较重新交玩具枪协会合作，然后伫遮重新搁起这个。是这个原因。对，他才改来遮对。其实做教育这个部分，其实早就咧做啊。你现在想讲来做教育，你甲你的人生的这个经验有啥物关系？我一看我伫海军。服务15冬嘛，是中午2冬真幸运，有我派到美国去接咱的上新的迄个战舰，战舰上强的战舰记得级。那迄个时阵我就去，因为我代表的是中华民国海军出，是，所以我感觉我足骄傲的。但是去到美国时阵，因为咱交美国迄阵还阁无邦交，所以咱即摆变讲，我袂使穿任何的衫顶面有写台湾，袂使讲我是台湾来的，啥物拢袂使，啥物拢是伫桌仔骹讲的代志。所以迄时我就感觉讲，我到底是有国家还是无国家？这是事实嘛有的人可能无法度体会这感觉，但是我是伫美国时阵，我有这足深的这个感觉，我到底有国家还是无国家？另外一个方面就是，我搁想讲，奇怪，美国这么新的国家，而且族群足复杂的。对，啥物人拢有，接触的人拢有啦。但是问题，伊的人为什么这么爱这个国家？世界咧战争有诶无诶，定咧相拍，所以但是问题，这个人就是爱国家，为什么？叫咱哪差遮济？对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爱国主义足强。对，然后当然我无法度全面的去研究啦，我就研究我家己有兴趣的部分，所以我用足个我休困的时间去找足个博物馆、军事的博物馆啊，还是一寡咱讲的基地开放啊，啥物去了解。原来有伊的美国民间嘛，足个像我这种爱耍的、爱收集这物件的人。伊用家己的力量起一个细型的博物馆，还是细这种教育中心，然后教伊算迄区尔，因为美国足大嘛教迄区还是一州的学生囡仔啊，还是民间，伊嘛毋是大家拢爱做兵嘛互因了解讲，伊的国家为这个国家做过啥物代志，伊家己的国家为着你这个国家，应该说政府为着这个国家做着啥物代志。但是政府是一个较细块啊啦，我讲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做着什么代志？原来伊来教育用民间的力量来教育咱这身躯边的朋友，去了解讲我国家有做啥代志。应该是甲军事训练小政府军方去做，政府去做，但是民间的这个教育会当民间嘛会当分一寡来做。所以因为什么？为民间的这么强，这么爱国家。这是我所研究出来一点。透过这种民间的团体，去沟通，去认捌，而且呢，会当形成共识。对，我感觉这是真重要。对，而且民间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会当较活泼的，我会当耍嘛。
我能用耍的角度，互大家来愿意接受嘛。但是军方伊就是军方啊，伊就是官方，伊就上要爱有一个班。嘛袂当互你卡啊。对，嘿，对，事实，嘿，这就是上大的差别。是，咱遮中心安尼已经运作超过2年外嘛吼。应该来伫即个所在时候，要甲东华尔啦，东华尔，对对。来个遮参观也有民间的人。对。啊，最高咱政府的人敢有来看过？有啦，嘛有客观级的迄个官员啊来参观过，嘛有一寡立法委员啊，什么拢来参观过，对。啊，听讲咱的驻美国的这个代表也来过哦。这是事实，伊有来过，对。伊私底下家己，看啥物？伊嘛是足关心全民国防啊。尤其是伊讲，伊私底下阮咧开讲时阵，伊就讲吼，因为伊美国的朋友足侪咧问讲，咱台湾的民间到底有人咧准备无？因听到拢是咱的官方、咱的政府咧对因的资料是讲啊，咱有咧准备，但是伊嘛是好奇民间敢有人咧准备无？所以伊带利用伊的休困的时间，家己私人的时间来阮遮甲阮参观讨论，然后伊咧了解讲哦，原来真正咱的民间真正有人咧做一寡准备，所以有美球啊，有来较遮哦。嘿，伊是私底下家己的休困的时间家己来，嘿。哇，伊有像我安尼去练习无？即个部分伊有了解啦，伊有了解啦，对。哇，我真好呢，伊有当来了解啊，而且我相信啦，去美国的时阵，会佮甲大家佮较了解讲，咱台湾即摆是真正慢慢吼，尤其有像教官你这种人，吼，伫咱遮做这种工作。对，这是事实。对。另外，我要请教教官吼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感受讲，咱即摆的民众，这个意识上有提高无？甲你以早伫大园的时阵，互大家来娱乐啦，啊，私底下做教育啊，这个有啥物无共款？这是事实吼，这差不多咱讲的就是咱讲的乌俄战争了后，其实因为媒体这诶资料愈来愈侪，所以互咱台湾，佮包括咱即摆甲对方的这个关系愈来愈咱讲歹嘛吼，紧张啦吼，紧张。这个状况下，其实真正足侪人开始有这个烦恼，所以伊想要加了爱国。当然，我毋是只有全部。就咧教你安怎讲要小战，还是知影枪击安怎用，毋是，这毋是阮的主要。是啊，咱有赢的机会大啊。对，机会大，啥物教你安怎保护家己。阮一直咧讲就是，你安怎保护家己甲厝里的人，来支持，然后迅速支持咱的国军，这才是重要。对啊，头教官讲吼，人因美国真侪军事博物馆，对，吼啊民间咧主持，民间咧运作，对，啊，互你也咧支持国军，对，知影讲哎国军。是咧做啥物工作？哦，遮辛苦着吼，而且吼，你个人有感受了，你的人脉会较开。对，无对。吼，咱咧讲吼，人之作战上惊的吼，毋是讲你反对，上惊的是你拢不关心啦，拢无关心，啊嘛无理解，无理解这种代志，所以你咧变做讲，人来小可甲你牵着，会走。感谢你。事实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大家上过课的人，伊讲这有可能有差不多80%是真正本来就想要熟悉来，有20%大概就是朋友招的啦，无来算看卖嘛。但是因为阮的教育互因了解了，伊会感觉讲，对吼，我爱准备过。不管是讲阮内底教的物件，不管是战争，还是讲你拄着天灾、拄着地震这种的这种你要保护家己，这还是上重要的。所以男女老幼来遮拢会使吗？拢是。阮上家，阮上少年的，差不多国小，一直到上悬的，应该70-80岁的朋友。70-80岁也有来哦。对，事实。哦。因的少年时阵嘛是为了这国家有付出来啊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每一个国民拢会使来的，对啊。事实。这算做全民，做毋才讲做全民国。对，事实。哦。对。啊，但是全民社级，除了这，若是无爱社级的，哦，而且是讲伊可能像我安尼较饲了解。啊，伊会当来遮看啥物物件？啊，安怎甲讲呢？对啊，阮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，咱讲一个旅行安尼系统，就是介绍咱国军这装备，咱为这国家付出的，然后咱的对方的装备，吼，那一直咱即马看到后壁的这无线电、急救，个历史，其实这物件要互你学的物件实在太侪。
对啊，咱一路看到哦，那是军事，啊，佮了解到科技，对，哦，咱的工业，对，哦，军工工业，乃至到民间这个工业的关系，无哪有通这个佚佗情啊，变做咱咱世界的产业，哦，啊，而且咱台湾伊佫是占在这个产业当中真厉害的所在哦。到看上尾尾你甲我讲哦，你一世人哦，甲军事拢无脱离关系。对，事实。哦，你有想过无？你是什么原因？你无脱离这个军事的这个领域，那一直要在这个领域一直来努力打拼。这就是我头仔讲的吼，最主要是国家的认同，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爱耍军事的人尔，但是慢慢啊，因为家己搁伫部队有伫服务过，所以感觉讲，这个国防的重要性，第二是上重要还是讲咱即马台湾的这个处境啦吼，咱即马这个状况就是，咱伫世界的地位是一个做模糊的一个状况就对啦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其实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。其他部分我无法度，因为我只有对军事这个好有咧研究，所以我是讲军事代表一个国家，因为无一个国家是无军队无军事的，所以这是上代表一个国家的发展。咱过去吼，因为可能伤久伤太平去啦，哦，无，咱毋是讲未记的战争是无伤到啦，对，无伤到遐去，对。但是即马吼，这2、3冬，大家就开始慢慢讲，上无变做一个讨论的话题，对，无毋对，吼。那么至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关系，你甲咱讲，你一个国家啦，未记的战争还是无想到战争，到底迄危机在哪里？对，我一定甲，因为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啦，吼，大家拢有家己的想法。咱嘛足侪朋友，有的是为着咱即摆的和平咧拍拼，有人是准备武力，也是准备像我安尼准备这个保护家己的部分，然后去做一个抗衡。有的人是感觉讲啊，反正我着拍命啊，无要紧啊，我着放互线就好啊。但是敢真正倒一条路是好的？就看咱的民众，咱的国家以后，你安怎去带这条路，这是事实嘛。但是我才上定咧甲朋友讲的，就是我后壁一句话：哦，天下虽安，望见必危啊！对，事实。这当互大家朋友家己去想看卖，敢真正拢无军事，拢免准备时阵，你着真正平安一世人。对呢，咱来看吼，世界上吼，若是讲伊是中立国。但是伊的军事嘛真强的哦，对，事实。所以哦，天下虽安，望见必危啦。咱今仔日咯，来个这个全民国防社区中心，真感谢哈严教官来甲咱介绍。哦，这真正往事像鸡尾炮咯，逐支都无法度，一定都安尼。这我看3天3暝都讲袂了。一定讲袂了。哦，这物件遮济，哦，牵涉的这范围嘛，真宽呢。军事工业，吼现代化，甲咱意识上要安怎准备家己，尤其上尾你看，天下虽安啊，望见必危啊！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港界，尤其啊，咱也知影讲，目前台海的这个情势虽然紧张，国家暧昧不明之下，咱更加爱来准备咱家己，嘛保护咱厝里的人，保护咱自己。台湾新人。